其實地推三世界紀錄嘅就遇到嘅客家茶產嚴重頭，不過發生嘅一擺就一擺嘅茶米安全事件，民眾就開始對台灣茶米嘅品質冇信心，就到出產茶米嘅鄉鎮，其實先前除咗推動全面嘅標頭，為確保當地出產嘅茶米嘅品質，希望推出地方認證嘅鄉鎮，是係照嚟中央政府前年初時開始推動嘅生產地的制度，想法雖然以好，唔過實係引起嘅部分茶農反彈，而會講咁樣做實在挺可惜。東方明年茶為泰山地，新竹北埔韓國峨眉生產嘅蓬風茶一旦出名，地方鄉公所早喺民國98、99年就同中央申請產地證明嘅鋪頭，採地嘅茶品要先出驗，再過去參加大等比賽，過後將南美島證明嘅鋪頭來確保採地茶品嘅品質。督茶嘅時節，茶葉各兩廠、縣政府、鄉公所、韓國嘅本人，而家不怕，因為比賽來到茶丘以外，我就是封村以外，送到國家毒物試驗所檢驗。出台茶心要講機制，苗栗嘅後生茶農必須會確保茶山嘅品質，韓國名聲，還詳細記錄嘅茶心嘅生長、氣質，都做好嘅規個過程。就像跟茶心建立的一種身份證，每係茶農對種茶負責的態度。產銷履歷它，不是說你要做給消費者看，因為其實我們自己也記錄，我們自己也要看啊，我們才會知道說，我什麼時候修剪，下一次什麼時候可以修剪，或是下一次什麼時候可以採收。一種茶心的身份證，其實就同農糧署前年初一推出的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制度共用。記錄嘅種茶嘅所有工作，安尼就茶味到生產的源頭，為保障食得安全。不過對有的講唔曉得用天然嘅人，從喺討厭茶心產銷班嘅老茶農來講，為掃描去登錄當年嘅種業情形，會做到幾困難。針對比較老年化的茶農，我們會在推動那個產銷履歷的班員推派一個年輕的茶農，然後由那個老農用簡單簡易的方式記錄他們的生產記錄、出貨記錄，然後交給這個年輕人幫忙登錄電腦。建立完整的生產地點，係能為台灣農業安全的發展方向，對歐美沒有上場的制度。中央單位出台貴出險去推廣，未應該為輔導和唔關的農民。為農民了解，跟生產的資訊公開出來，唔但將會增加消費者的信心，檢測能否含有一種食安風炮，這個嘅產品就唔會受到影響嘅，還可以進一步保障台灣茶品的安全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